好，那是只讲，请问有乜介时代嘅你听收嘅冇？我想借呢本书，按到公主入去大批乱。请问您有呢本书吗？咱嘅图书馆有呢本书，唔过本人借走咧。因为社政应该学校推荐大家读呢本书，鼓励间唔好被传统嘅刻板印象限制。無論乜嘅年齡層嘅讀者都當適合，所以萬呢都借唔得到。你是得到俺嘅網站，也係下載 App， 用原創字眼查看啊，還有那個分館是得借到呢本書。下一擺你是得到身上申請，用同日夫婦甲其他分館嘅書。調到禮物下較強嘅分館，安尼正數就較方便。係哦，很方便啊！我來試看啊，羅蘭。看你真堅強，你下一定先來認識一下幾個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得啱冇？志工、志工、志工、請問。請問，請問，等，你們在饒平客語說等，這個詞會產生連音變化。饒平客說年，同樣的情況，還有他們在饒平客語說記等，這個詞也會產生連音的變化。饒平會說成見，本人駕走，被借走，被人借走。讀，閱讀。管衝子念，館藏資源。查看啊，查看。統一服務，通約服務。較近，比較近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接送用到嘅句型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，我想借一本書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呢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呢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咧。我們的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我哋嘅我們的圖書館有呢本書，這本書唔過，但是本人被借走了，借走了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呢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呢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了。我們的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借走了。